曾經以為保養只係有錢人嘅專利，直到老師一句說話徹底咁改變我嘅人生。10幾年前，我係時薪25蚊嘅清潔工，我覺得保養係奢侈品。但嗰陣時我嘅健康出咗問題，老師就同我講：你冇錢更加要保養，因為你病唔起啊！病咗邊個養家，邊個照顧你？你缺嘅唔係錢，係改變嘅決心。如果醫病呢，要你花一大筆錢，你會唔會諗盡辦法去籌錢呢？呢句說話令到我重新思考健康嘅重要性。我開始認真了解營養免疫學同埋體驗產品，令到我嘅類風濕關節炎同埋嚴重嘅濕疹得到改善，唔使靠藥物，又健康咗、後生咗。呢一切都係因為我選擇咗改變。喺健康嘅時候就要好好保養，照顧好自己嘅免疫系統，將選擇權掌握喺自己手中。健康唔等人，改變從呢一刻開始。想了解更多，立即追蹤我哋。